戰忠承諾，將會繼續捍衛中華特色。大埔宏福苑嘅火災，我哋大家都好悲痛。正因為咁，我哋好多工作要做，包括咧係支援災民啦，我哋做善後同埋重建啦。我哋一定係要所有選民都今日出嚟投票，因為呢一票係代表我哋推動改革嘅一票，係代表我哋守護災民嘅一票。亦都係選好立法會咧，令到我哋更多事情可以做，無論係處理今次嘅災情、善後工作，以及我將來嘅制度改革，或者社會整體嘅發展，都係非常重要。所以係希望每位都出嚟參與。咁呢度咧就亦都係嗰個整體嗰個安排上面好暢順。平均嚟講咧係只係需要幾分鐘咧就可以完成晒成個投票嗰個流程嘅。今次立法會選舉咧對香港咧係非常之重要。正如我哋一再強調咧，對我哋嗰個行穩致遠、一國兩制，以至到我哋嗰個良政善治由治及興咧都非常重要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